买的伞夫送给你们。伞夫，伞夫就是衣服的意思啊，很可爱吧？你们赶快做起来！做什么啊？做起来就是穿起来、穿上的意思。快点快点，你们赶快做起来！好啊！哇，新的伞夫真的好可爱，好适合你们呢。真的好好看呢，我好喜欢呢。那有鞋子吗？你说海，当然有咯。这2双海也要送给你们。那彤彤姐姐，我觉得我这一身的衣服，再配上一顶帽子，一定会帅翻天哦。哦，对耶，好像真的会很帅哦。是啊。那你要不要再帮我买一顶帽子啊？我考虑看看咯。拜托嘛！伞夫、衣服、海、鞋子。亮亮，这个伞夫送给你。哇，好漂亮的衣服哦！谢谢彤彤姐姐。不客气。这双海也送给你。哇，我好喜欢哦！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走起来，穿起来。亮亮，这个伞夫你为什么不走起来？因为我舍不得穿嘛。那这双海这么可爱，你为什么也不走起来？因为太大了嘛。糟糕！伞夫、海、走起来，3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来亮。